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要再次聚集在圣殿当中。这时候，请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单单的仰望你。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来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以及今天的聚会当中，神。我们跟我们的神说：“神啊，我们要来遇见你，主啊，我们要来遇见你。”这时候，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来向主来祷告。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在还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脚步都有神的保守与带领。这时候，我们也跟着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来线上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关系，让我们跟上帝之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关系。我们跟神说：“神，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主，我们相信，当我们与你建立好连结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愿我们透过我们的今天的敬拜，主，我们相信，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更是我们的帮助，更是我们唯一的天父。主，这个时候，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单单的仰望你。主，你是我们的喜悦，是我们的力量。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你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的，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要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仰望你，主，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我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我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我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
信靠你我的主。这时候我们在一起为着自己，我们跟着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再次开口来向主说，主啊，我们要跟你一个合一的关系，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连结在主你的里面，一起为着我们今天为着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给我们生命，让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的关系。主啊，求你圣灵与我同在，主啊，在新的生活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依靠你，没有远离你。主啊，我们有时会忘记你的存在。当我们要跟你重新建立连结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与你更好的连结。主啊，求你来兼顾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能够与你同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这时候，我们围着我们今天的聚会，再次线上祷告。我们求主真的就将喜乐的灵、赞美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郑牧师他所要传讲的信息，向主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礼拜的开始当中，主啊，求你再次开启我们的心门。主啊，我们用谦卑的心祈求你的帮助跟带领。主啊，让我们的生活在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的言行跟你的都在你的荣耀当中。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都能够得到主你的带领跟平安。主啊，求你再次医治那些身心灵受到痛苦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跟安慰。主啊，再次求你与郑牧师同在，让牧师在今天他所分享的信息当中，主啊，让他有智慧有力量。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走在你的心意的道路上。主啊，求你再次保守牧师的身心灵得着完全的健康。主啊，我们求你赐给牧师有更多的恩典跟勇气来面对前面的挑战跟试炼。愿我们能够有更包容、更多的爱来支持我们的牧师。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再次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从我们的座位来站立，我们一同来唱，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是的，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帮助，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的能力彰显在我生命，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
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有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是的，主耶稣，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依靠。主，我们愿意再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危难临到，我信靠你，甚至你引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事，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亲自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主，你是我们的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你的名被称为是以马内利，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相信此时此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相信在今天早上是一个属于你的圣日，在今天早上你要再次彰显你的荣耀，再次彰显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要让我们看见，虽然在危难当中，在困难当中，但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愿你的荣耀今早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有主你同在的美好，将我们今天早上的礼拜完全恭敬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求主你来引导，
也将今早礼拜所有的一切尊荣、颂赞、敬拜、荣耀，全都归于你。愿上帝赐福我们在今早的敬拜。这时候也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一同来恭受上帝的话语。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23节到22节到23节，我们一同来念：眼睛好比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好，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坏，全身就黑暗。同样，如果你里头光变成黑暗，那黑暗该是多么可怕呀！另外一处的圣经是记载在箴言4章25到26节，要以诚信的态度正视前面，不要垂头丧气。对所计划的事要谨慎，你所做的就不至于差错。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现在请果子小组来献诗。他所要献的诗是猛虎的奥秘。献诗后，我们请曾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新眼光的生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今天是透过果子小组来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第二堂比较特别，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是不同的小组或牧区来带领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第一堂比较多都是圣歌队诗班。其实每一次我们在听不同的小组或不同的牧区，他们所唱的诗歌，也让我们看见不同的团队、不同的小组，他们所带出来不一样的样式，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敬拜上帝的方式其实蛮多元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一定是某些的程序，或者是一定要照着某些的方式进行，才是叫做敬拜上帝。上礼拜我也在跟提摩太牧区的这些亲里面，我们在分享。每一次礼拜六参加聚会或礼拜天来参加聚会，其实认真看这些聚会的内容，这些聚会的程序，其实就差不多，不会有太大改变，除非我们有合堂的礼拜，才会有一些调整。但每一次虽然看似一样，但我想上帝在那个当中都会放下一些新的事情，放下一些新的作为，让我们可以去领受。所以我想每一次我们听到新的诗歌，每一次我们有不同赞美、敬拜赞美的诗歌，每一次有不同圣经话语的分享，每一次的程序，都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上帝今天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无论是哪一个程序，在哪一首诗歌，或者是在哪一个段落的祷告当中，你都可以遇见神，看见上帝今天要带给你的新的祝福。所以在我们开始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也再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也感谢你过去一个礼拜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好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分别我们的时间，不论我们在教会当中或在网络上，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不是一场仪式，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而是一个与你真实相遇的机会。主要帮助我们透过今早的礼拜，再一次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奇妙作为，将今天礼拜的程序，今天礼拜的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也特别与分享你上帝话语的时间同在，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鼓励，再一次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的圣经，事实上真的是一段，因为我们刚读过圣经，今天只有4节的经文，所以没有很长的经文，但是期盼透过这样虽然短短的经文，但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如何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好让我们在重新看这个世界，重新看我们自己，甚至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带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今年年初那个 Apple， 我们在看之前，我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今年年初 Apple 它有出一个很特别的 VR 装置，叫做 Vision Pro。然后那个装置定价$3499美金，换台币大概10万块。那 Apple 当时出了那个 VR 装置，它号称它可以虚实整合，就算你戴上了那个所谓的 VR 眼镜，你也可以跟外界、跟外面的人还是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你还是可以跟外界有非常良好的这个关系的联系。但是你会发觉，在这个世界，特别这个时代越来越快，科技日新月异的时候，你发觉有时候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出去的，我们所了解的，甚至我们接收到的，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么的正确，甚至有时候也不见得是那么样的真实。或许我们也时常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或者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我们有时候没办法辨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才是特别在这个信仰当中要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教育学家塔伦凯勒，大家应该都认识。他人生当中在眼盲当中是一个盲人，在黑暗当中度过。有一次他在一场的演讲当中，台下就有一个听众，他就起来问他一个问题，他问海伦凯勒说：“你认为一个人的可能遇到最大的悲剧会是什么事情？”于是这个海伦凯勒他就回答，他说：“是有眼睛，但却看不见。”对海伦凯勒来讲，他是看不见的人，
他没有回答说最大的悲剧是我看不见，我没有眼，我是一个盲人，我看不见，我没办法享受这个世界。他却反过来说，在这个世界，他认为最大的一个悲剧，甚至他觉得是最惨的一件事情，他觉得是有眼睛，但却看不着。我想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特别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人是有眼但看不到的。使徒行传，保罗当他还不是一个为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一个非常棒的使徒的时候，他以前在抓基督徒，以这个为他生活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当有一次圣经这样描写，他要到大马色，忽然天上有大光照着他，那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但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你看到圣经当中，扫罗张开了眼睛，却看不见；有眼却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后面因着上帝的怜悯，上帝有特别的计划，再次让扫罗的眼睛打开，让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去传福音。但你看到扫罗有眼却看不见，看不见他生命的真相，看不见他生命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当我们看到眼睛这2个字出现在圣经的时候，它时常代表2件事情，通常是代表一个人你心是如何做选择。第二个通常会去代表是一个人的价值取舍。就如同保罗，他眼睛原本是可以看得见的，但他那时候选择了价值，他选择个人的心智，他觉得他要去抓基督徒，他觉得他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再一次眼睛又恢复的时候，他发觉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取舍，他发觉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们常看圣经有很多关于眼睛的故事，有很多眼睛的故事，但这些眼睛的故事背后，你都会看到可能是上帝要求一个人，或者是邀请一个人看见他的作为，或者是他必须要做出抉择的时刻。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是有关于眼睛的比喻。耶稣说我们的眼睛，他用2个方式形容，一个叫做嘹亮，一个叫做昏花。我们再一次看这个经文，短短的，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嘹亮这个原本的意思指的是单纯、专注或者是单一。耶稣说，如果眼睛是昏花的话，昏花在原文的意思，它代表是败坏，或者是代表是不健康。我想这样的经文或许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家中有一些长辈，或者是当某些人年纪慢慢开始要迈向人生的下一个年老的阶段的时候，有些人会遇到一个问题，白内障的问题。会眼睛有时候会看不见，就必须要去开刀。你就看到模糊看不模明。有时候不见得是白内障，像牧师其实近视蛮深的，我近视大概800度左右。所以如果我现在眼镜拿下来，台下就一群，我就会看到一堆色块而已，我看不到大家的脸。所以如果你有近视的人，你就会很理解这件事情，什么叫眼睛昏花。当然不见得到黑暗的程度，但是你会看不清楚，你会没有办法知道你所要看的东西，没有办法知道你要往前的方向是什么。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其实我们是可以了解的，甚至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能也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的眼睛如果没有一个很单一的没有一个很单一的视线，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看见一个方向，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可能会失去一个清楚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就不知道该往哪边才是一个比较可以进行的方式。但同样回到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的眼睛，一个基督徒眼睛没有专注在上帝的本身，同样我们也很难发觉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跟目标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照自己的想法，照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去前进。所以人的眼睛非常的重要。当然不只指我们肉体的眼睛，
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属灵的眼睛有没有看见。我想，任何东西都会老旧，任何的事物都会老旧，想法也会旧，也会改变。特别像我要在教会当中，我主要是要这个带领这些青少年，陪伴这些青少年。虽然牧师的年纪其实就看起来算是蛮年轻，就大概30岁左右，但是跟这些10几岁的年轻人在一起，哇，他们的想法已经不大一样了，喜欢的东西也不大一样了。所以有时候为了要跟他们可以一起聊天，我在听诗歌之外，我要听一些韩团的歌曲，才知道他们现在在流行些什么，听些什么。东西会旧，想法也会旧，会变，而且是越变越快。前2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去诚品，诚品书局，然后去这边看书，突然看到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他说这个时代的孩子，就大概10岁以下这群孩子，他们是一群可以看到22世纪的一群人。10岁以下的这群人，他们是可以看到22世纪的。所以你想，22世纪好像还很遥远，对吧？但是现在的这一群孩子是他们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时间在过非常的快，越来越多日新月异的想法，越来越多不同的观念不断的出现。我想一直保持100分，一直保持完美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代表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差错。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有时候如果落在某些形式化，觉得这样好像就是最棒的，那会是一件有点可惜，甚至是有点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肉体的眼睛会衰老，会退化，有一天可能会补而变。但是属灵的眼睛也有可能会老化，甚至是僵化。所以我们更应该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去看，我们如何有一个不断更新的眼光，我们如何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去重新看待我们身旁的事情。所以回到信仰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肉体的眼睛，你可以去找医生，你可以透过医疗帮助你。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何更新一个眼光，如同保罗哥林多后书所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肉体会毁坏，会衰败，会衰老，会退化，但是内心却可能是一天比一天更新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今天的短短的4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3件事情，也透过这样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也不一样的一个想法，让我们在我们所看、我们所想当中，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应。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旧的眼光让我们只能看到现在，但新的眼光让我们可以专注在永远的事情当中。旧的眼光只能让我们看到现在，但新的眼光让我们可以去专注在永远当中。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耶稣讲的比喻，这个眼睛的比喻，眼睛明亮跟昏花的比喻当中，上面这个耶稣在这个当中讲了非常多的比喻，因为耶稣是在这个山上宝训讲了非常多的比喻。那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前半段，讲的是天上的财宝的比喻。耶稣说，不要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存财宝，要把财宝存到天上。在眼睛的这个比喻之后，耶稣说了另外一件事情。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那个，就是爱这个，就是重那个，或是轻那个。所以你看到，耶稣为什么把这个眼睛的比喻把它放在这个当中？你看，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不是只专注在看现在有的东西，不是只看现在所拥有的财宝，拥有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产业。一个人也不是你要选择，你不能一次看2个，你要选择你要看哪一个，你要专注在哪一个身上。其实，如果认真思考一件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在世上的年日，其实没有很长。认真讲，其实没有很长。虽然我们常说要享受当下，我们都说要享受当下，其实也没错，就享受生活，专注在每一天当中。
但是如果是过头的追求、过头的专注在属世的事情当中，过头的专注在属世的事物当中，反而可能因小失大，可能就搞错了生命当中真正的重点。我们有没有真的专注在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当中？我们有没有专注在特别在信仰的价值当中，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我们是不断的在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比较好一点，这个属世当中的一些事物还是比较吸引我一些。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的12章，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获，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有一个财主，他觉得我很多东西哦，我有田，我有财产，我有自己的房子，我可以享受一切。经文说，我就安逸的在那边享受就好了，我享受我现在现有的一切。但这时候，上帝却跟他说：如果我今晚我就要把你的性命取走了，那你预备那么多，辛苦努力那么多，是要给谁呢？你看到这个比喻，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财主不断的说，我的出产，我的仓库，我的粮食，我的财富，我的房屋，我的灵魂，全部都是我的。你看到这个财主他在说什么？这是我的啊，我赚的啊，我自己享受啊，我吃喝快乐啊，我很安逸啊。他只在乎眼前这个看似很短暂，而且是有一天会不见，甚至会坏掉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控所有的一切，所以所有都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却忽略了他生命未来要往哪里去。他享受当下，就是我安逸这几年，吃喝快乐这几年，然后盖个大房子，很舒服。但他却忽略了生命未来往哪里去。牧师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出国旅游，不能吃好吃的，不能享受人生，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到底看重的比例有多少？到底什么才是真的有价值的？耶稣在马太福音31章33节，他也如此的教导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非常清楚的说：先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国度的义，一切就加给我们了。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真正我们应该追寻的？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当人的想法、人的眼光都放在自己的想要，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想要的，我想要不断拿到的，我紧抓在手里的，就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真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都说这我的灵魂啊，我自己管就好了，都我的啊，我看现在就好。甚至你也更有可能忽略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事情。说明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某些事情在等着你，但是你觉得不用了，我有这个就够了，我拥有这些就好了，上帝不用，这样就好了。说明上帝已经预备了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正等着你，但你觉得现在这样就好了。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永恒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也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我们没有看过的，甚至是我们也没有听见过的特别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一直专注在现在，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我想要什么，而忘记了更加重要上帝的国度，那个永恒的国度，上帝所预备的，那有时候很可惜，我们可能就错过了，甚至没有发觉上帝真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了未来将来而预备，但我们更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只看重现在，在为现在预备，只看重现在的价格，看见现在它有多少性价比，却没有注意到它到底真实的价值有多少。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旧的眼光只让我们只看到那个价格，它到底CP 值高不高，但是却没有注重到它真实的价值有多少。我们人很常会用一件事情去判断
人这个一个人的价格好坏。我们常常看这个人的外表，他拥有什么，他穿什么，他吃什么，他喝什么，他开什么车，他穿什么衣服，他拥有什么，他的这个为人怎样。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一个人的外表，去决定这个人的价格好坏。这是不是一个好人？这是不是一个坏人？这个人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不一样的一个在信仰当中更新眼光，是帮助我们看见事物当中重要内在的生命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很单纯的就这个人就是很糟糕，一个既有印象，我就觉得他不好，我就觉得这个一定是不好的。我们很容易用眼睛去决定一件事情，用我们的想法去决定事情，但是更新眼光却让我们看见那个改变的价值，看到更新内在的生命价值。早期的一个教父特土良，他说钱币上有该撒的像，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把钱还给该撒，但是把我们这个人给上帝。耶稣曾经被问说，这个奉献的钱，是要奉献给凯撒呢，还是要奉献到给上帝使用呢？耶稣回答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早期的这个教父特土良他是这样说，一样，我们这个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这个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定义的，有些事物不是这个世界所决定应该如此，属于世界的文化就留在世界。这个社会的价值，这个社会的文化，有时候教导我们就是用一个外表去评判人，用某些方式去决定这个人的价值。但是属于上帝的文化，上帝国的文化价值，却是让我们可以留在内心，而且是从一个人内在去发掘这个人是否有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旧约的时代当中，当以色列的扫罗王，上帝决定要更换扫罗王的时候，他派先知撒母耳到了大卫他的家中，于是耶西把他家里的兄弟全部叫出来，撒母耳就看着这个家里所有的这些大卫的哥哥们，哇，他每一个看都觉得哇，每个很英俊潇洒，然后非常的可以成为国王的样子。但当撒母耳在那里看的时候，上帝却对撒母耳说一件事情：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看的是内心。耶和华看的是人的内心，看见是一个人内在的价值有多少。别忘记，上帝一开始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对于这个世界，他所说的是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说一切都是好的，在他眼中所看见的都是好的。我想也不仅是我们对人的角度看人的角度不同，我想我们的生命也同样，我们要追求在有价值的事物当中，而不是浪费在追求只有价格，追求在只有没有实际帮助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追求那个价格的东西，质疑那个外表好不好，质疑那个觉得我看着喜欢的那个东西我来做使用，但却没有发觉这个到底是对我们有没有帮助的，是不是有实际的帮助的。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追求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一个美国的改革宗神学家叫斯普罗尔，他说价格跟价值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说价格是用现在在决定现在，但是价值却是用现在在决定未来。价格是死的，它就是这样，你买一个东西它价格就是这样，你买那个东西它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发现它有价值，有些东西它可能会增值，对吧？买一个东西它可能会增值，但你发现它的价值它是会在未来当中让你看到有改变的。有些我们觉得它就应该如此，你就觉得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更重要我们是看见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看见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我想我们教会现在今年48周年，我们要即将迈入到50周年了。我们开始有许多的培灵会，我们开始有许多的训练，我们开始有非常多的预备在这个当中。我想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现在而做，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现在而做。我们现在一起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一起参与，我们一起服侍，我们是一起共同在建造未来的教会，我们一起在建立未来的这个上帝国的国度。
我们有没有看重那个价值？我们有没有看重上帝国度的价值？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到底都只看重那个价格，看重那个外表，还是我们真的是看重那个一个事物当中，我们应该去追求的那个内在美好的价值？我想保罗也在罗马书如此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给的文化思想，不断的去让我们觉得我们就应该照这么做。但是回到教会，回到信仰的角度来讲，要反过来是被上帝而更新变化。所以不是只看价格，不看那个外表，而是更重要看见一个新的眼光，看见那个价值所在。所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旧的眼光只看到困境，只知道看到困难，但一个新的眼光却让我们可以专注于盼望。旧的眼光可能让我们觉得那个很困难，那个我没有办法，但是新的眼光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盼望的开始。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当中流浪了非常久，当他们进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叫他们先到迦南地当中去看看迦南地的状况。12个人回来，有10个人反对，说那个地方都是巨人，那个地方太可怕了，那个地方我们以色列人去应该赢不了他们。但当中有2个人，一个叫迦勒，一个叫约书亚，他们坚持我们一定要进去。民数记13章说，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这些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着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和他同去的那10个人，那些人就说：“我们不能上去，我们不能去攻击那些民，因为呢，他们比我们还强壮。”你看12个人当中有2个人赞同，10个人反对，而你会发觉这10个反对的人当中，更影响了所有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更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继续描写10章，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就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部的会众说：“我们看那个地方，经过的地方是极美之地，是佳美之地。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去的，也会把这一块土地赏赐给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10个人说：“我们好害怕。”以色列的民众也说：“我们一起都很害怕。”但是这2个人却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带领我们去经历到他的特别。”迦勒跟约书亚他们也绝对看到迦南地里面的巨人，他们也绝对看到迦南地有很困难的状况，他们可能需要去克服，他们也看见了。他们不是没有看到困难，然后就在旁边说风凉话，他们也有遇见。但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看见了困境，却仍然在那个困境当中发现了仍然有上帝的盼望。他们用一个信心的眼光，也让他们继续前进到迦南美地当中。因此他们有一个信心的眼光，让他们可以进到上帝真的要带领他们的地方去。哥林多前书2章15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一个属乎耶稣基督的人是可以看透万事，不只是看见，不只是看到而已，甚至是可以看透，发觉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还有上帝特别的心意在当中。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刚刚在讲到一开始，我们分享的一个海伦凯勒的故事，他分享说人生最大的困难的事情，他反而觉得是有眼却看不见。我要分享另外一个圣诗的作曲家，一个美国的圣诗作曲家。现在在我们的新圣诗当中，还有几首歌是他的作曲，他的作词。这个美国的作曲家，当他出生6个星期的时候，因为医生开刀手术的失误，导致他永久性的失明。所以他原本出生的时候是非常健康的，是看得到的，但因为一场手术的失误，让他永久的失明，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当他长大，有人在帮他撰写一些回忆录的时候，他自己自述，他说：“若不是这与生俱来这些的苦难，我就不会得到那么多的教育，对他生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不会有这么美好的记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苦难没错，原本是看得见的，应该是个
很正常的生活。但他说，如果不是遇到这些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学音乐，没有办法学教育，他就不会有那么美好可以写诗歌赞美神的记忆。他说，如果明天呢有一个人要给他一个非常完美而且是一个健康的眼睛给他，要移植给他，他说他不接受。他说，如果这样，他就可能被世上美丽有趣的事物打岔，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唱歌敬拜赞美神了。哇，你看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虽然有困难，但他看见了背后更大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其实就开始在写诗歌，写一些短短的诗篇。当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短短的诗篇。他说：“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孩，虽然我看不见，但我愿一生将心敞开，凡事满足甘甜。我现在领受了非常多的祝福，是其他人都没有尝过的。因为眼盲，我就叹息哀哭吗？”他说：“我不会，也不想。”哇，你看多么大的一个信心，多么大的一个盼望，在一个孩子的身上，甚至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如此的看见。困难不会不见，不会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生命没有苦难，不会有疾病，没有任何的危难的事情发生，绝对会有，一定还是会发生。但是，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新的眼光，看到背后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不是只专注在眼前，就是很困难没办法解决，很糟糕，而是看到未来的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暂时的。保罗看起来他觉得是很轻省的，但他说，不论轻省暂时，苦楚是事实，但是最终是要成就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被彰显出来。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不一样的眼光，重新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看待我们周遭的人，看待我们的家庭，甚至看待我们的教会，看待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箴言4章25到22节，他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你的眼睛直直的看，如同保罗说，向着那个非常清楚的标杆直跑一样。注目看眼睛前面该走的方向。如果这样，我们才真的可以看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摆放那个特别的旨意。也如同我们前面刚所看到的经文，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而且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愿上帝赐福我们，都让我们打开我们新的眼界，打开新的眼光，重新看待我们的世界，重新看待我们的生命，重新看待身旁周遭的每一个事物。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荣耀的呼召》。好，我们坐着唱就好。奔跑不放弃，说错了，奔跑不放弃。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们再次从头唱。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关注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全意，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觉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战至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求上帝再次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也特别放在一个新的眼光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特别我们在迈向50周年，迈向这个未来的时候，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突破。我们也为了教会当中不论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知道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在他们的需要当中，我们一起为他们守望，一起祷告，求神来帮助带领他们，也让他们看见上帝的盼望。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两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看顾里面，主让我们可以保守在同在里面。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主，我们相信都有这么样的指引当中，是我们看顾在我们的同在当中，是我们相信主是在同在当中。谢谢你是在我们的保护，在我们的同在，谢谢你是在我们的看顾。是我们相信你是在我们的同在，主，感谢你。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人面前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新的眼界，我们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可以脱去旧的想象，脱去旧的眼睛，让我们所看见是你新的作为、新的创造、新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展开。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所看的是看重那个属天的价值，让我们眼睛所看的是看见从你而来的盼望，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只看到现在，更重要是看见那个永恒的荣耀。主啊，也特别赐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看见，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就是在我们要迎向5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主啊，带领我们，也特别在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主啊，你知道他们的苦楚，知道他们的难过，但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虽然有时候向四面受敌，但你让他们不致遭到任何的遭害，因为你是他们的神，你必带领他们经过生命当中的死荫幽谷。主啊，你让他们看见从你属天的盼望，带领他们，让他们更加的来倚靠你，在你的当中看见主你的奇妙作为。主啊，再次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里，也将我们的教会再次交在你的手里，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我们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吴瑞萍姐妹，她要来分享她的中保代祷的见证。我们一起也来拍手欢迎她，来听听上帝在她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分享我的见证。神是我的拯救者，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在2022年的4月份，我们全家人从新竹搬回台南。半年多之后，我再次的登记要回到教会的中保代祷服事。那时候预计5月份就是要进行差派礼，可是呢，没想到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们整个家的节奏都大乱了。在一个主日的上午，我一样来第一堂做礼拜，回家后我就中午要外出去买个鱼汤。但是就是在路途当中就发生了自摔的车祸。那时候我是骑我妈妈的车，然后戴着半罩的安全帽。但是就是要鼓励大家都要戴全罩安全帽，因为呢那时候自摔摔倒以后很严重。我在医院昏迷很多天，没想到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3个礼拜以后了。这场车祸，医生要我的先生签病危通知，让他很难过，很不知所措。但我的家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婆婆，他们都没有办法看到我，所以他们很煎熬。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没有办法探访，那就是很多家人朋友都很关心我，特别是那时候中保代祷就立刻为我祷告，就发出代祷信，就说赶快为我祷告这样。那因为大家都不能去看我，所以压力都在我的先生身上。那我的先生白天就要照顾我，晚上要照顾我的小孩。那时候他才3岁。所以，就是我先生说，好不容易经过了10天，我可以讲话，然后录音给我的小孩听。那晚上先生回到家就会播给小朋友听，小朋友就一直对着手机喊着妈妈妈妈，对，然后我先生就很心酸。我记得住院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一直为我祷告，特别是我服侍的幼儿园新楼幼儿园的园长、老师、小孩、家长们，都一直为我持续的祷告，关心我，兼顾我的家人，也兼顾我的心。甚至还有就是天主教会，还有国外的修院团体，都一直为我摆上祝福跟代祷。感谢神，原本医生他预估我要住院3个月，可是很感动，神就是让我提早在3个礼拜后就可以出院，心里都很感谢神这样的恩待我。其实我对住院都很模糊，都没有什么记忆，只有觉得我一直想要睡觉，然后直到医生可以宣布我可以出院了，我才知道，哇，我住院这么久了哦。然后我还记得我的长头发都被剪短了，回家休养以后呢，我都要有人搀扶我，要有人照顾我，大概要照顾3个月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慢慢的可以用助行器走路，然后慢慢的可以带小孩去幼儿园上学。一开始是坐计程车去上下学，后来我可以进步到可以搭公车了。像现在我对台南市公车非常的了解，那真的都没有误点哦。然后呢，恢复到我现在可以恢复开车、骑车，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上的恩待我，是主的爱重生了我。这句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2节，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节经文是小朋友在主日学都会背的经文，那睡前他也都会背，然后都会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力量的源头。其实回想这段过去，我内心还是非常非常感谢神这个伟大的医生。
他让我受伤的时候紧紧的抱住我，记得医院的关怀师都会一直来为我祷告，我都很感谢他。虽然我当时候头颅都出血，肝脏破裂，腹腔也出血，颜面骨折，还有就是气胸、气肿，还有我的脊椎也有断裂，真的很感谢神，让神整形我的脸，让我整形非常成功啊。对，然后虽然我现在还是会经常回到医院去有时候看那个科，有时候看那个科，但是我还是都很感谢神。我开着车，然后要去医院，我都还是感谢神这样子照顾我、看顾我。虽然我对车祸的任何经过都没有记忆，但是神就是这样让我不惧怕，因为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呐，神知道，所以他这么爱我。渐渐的，现在恢复了，比较好，比较健康，感谢神，我可以又回到了这个教会的代祷室，持续的服侍神服侍，希望欢迎大家能够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侍，也为需要的人祷告，是很幸福的事哦。这就是代祷室，就是呢有一间大的代祷室，一间小的代祷室，你可以按照你需要的时间，然后做一个登记，然后再来呢，就是神就是会在这个弟兄姐妹写的蓝色的事工卡上面呢，你可以书写教会的事工牧区团契小组，或者是幸福小组福音小组的代祷事项，大家都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书写上去。然后黄色的代祷卡呢，就是它有分成一般代祷、紧急代祷跟不可公开的代祷，都可以在上面打勾注明。然后再来是粉红色的应允卡，就是很希望有写蓝色跟黄色代祷卡之后呢，神应允你的祷告之后，你可以书写这个粉红色的应允卡。这个很需要大家一直回应上帝的恩典，对，然后神都会俯听我们的祷告，也会看重你的摆上与献上，也赐下平静安稳的心，祝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谢谢。感谢神，这个掌声，我想，不只是为瑞萍姐妹的这个恢复感到开心鼓励之外，也把这个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坐在我们也先介绍一下，就坐在旁边是那个他的先生意涵弟兄，意涵弟兄，对 ，OK， 这个刚突然叫名字有点奇怪哈，因为我也叫瑞萍，那所以。大概教会要叫瑞萍，要叫牧师或是老师，这样我们会比较知道，哈哈。OK， 好了，所以我想每一次的代祷是真的是带有很大的力量，每一次的在中保代祷的这些代祷勇士都透过他们的祷告，透过他们的扶持，我们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的应允卡，非常多的见证，就真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需要弟兄姐妹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又开始招募新的一期，我们这是第49期的中保代祷的事工，所以。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一起为别人祷告。当然，如果你有需要，也不要客气，就写下你的代祷卡。我们有许多的代祷勇士来为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来祷告。也愿神赐福我们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好，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预备心，我们要一起来奉献。这时候我们一同来奉献。
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来吟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来看本月的金句，记载在周报的后面，我们一同来念：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章7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礼拜的主理是刘启举院长，我们的司理是陈秋雨执事，其他的同工，我们请自己来留意自己的服事我们翻开第4页，治理交通。第一点，本日是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奉献主日。那我们也常常为这个大众传播的事工来线上代祷及关心。第二，今日下午1点半在2楼召开定期的小会会议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第3点，代祷团今日下午1点半到3点半邀请欧汪教会退休李淑珍牧师来本会分享。主题从无到有的神迹，地点在4楼的礼拜堂。退休后的李牧师受到上帝的呼召，在欧汪教会做了美好的事工，在祷告的领受上有丰富的得着。他将透过见证来分享祷告对教会与个人的重要。我们一同来准备心来聆听。第49期的中保服事已经开始报名，以下有4个小点，那我们自己来留意的以下的时间。第5，本会定于下主日新楼医院喜乐合唱团跟有诗歌的见证会，我们会中会邀请刘启举院长来做信息的分享及施凯贤弟兄的信仰见证。也有他们院所举办的成立了一个喜乐合唱团，要来做事工的合唱的一个见证。我们翻开第5页，我们也持续为着4月3号花莲的大地震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第8点，我们交通服事团队有在登记车牌，汽车的车牌。我们在教会的公布栏也有一个表单，以及办公室也有表单，以及我们酷狗表单也有。我们可以选择一样的其中一种来登记就可以。门徒培育跟事工，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翻开第6页，我们牧区团契消息，还有我们关怀代祷事项。我们就常常为着我们的台湾，为着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教会的事工、国度福音，也为着我们教会所有的肢体病痛来线上祷告。第7就是我们的
上周的奉献有速度的跟我们的干事以及我们的财务人员来更正。以上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我来做一个这个强调跟补充啦，就是下午1点半哈，等一下等于吃完午餐，我们邀请大家再回到4楼哈，礼拜堂，还要邀请李淑珍牧师来做这个培灵还有见证。那我们看到说李淑珍牧师呢，他在欧汪哈，我们台语叫阿昂哈，这个名字很少听到，对不对哈？这很偏僻的地方，但神在那边。好像在沙漠开江河一样啊，动了很多的工啊，在那边的教会越来越兴旺。就是李时珍牧师，他从无到有，祷告，从神得到的赏识。那你会发现说，今天举行这个从无到有神迹的见证。刚刚我们有瑞萍姐妹她的一个见证，其实就是围绕在我们整个富强教会的祷告事工的一个强调的上面哈。刚刚瑞萍姐妹的见证让人家非常的感动。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一个骑机车就发生那么严重的车祸，但是神不放弃我们。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要从无到有，我们要从软弱变刚强哈。那我们也继续为瑞萍姐妹她的整体的恢复更健康祷告哈，愿神赐福他们夫妻以及他们在教会的服事。那如果还没有报名哈，你想说我要试试看，不只是接受别人家的代祷。你也成为代祷者哈，你就请到楼下签名你在1个礼拜当中哪一个时间是最理想、最适合的，你就把它签名下去哈，然后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服事。刚刚早上第1堂也是瑞萍姐妹见证，还有2位我牧师上个礼拜介绍的，他是牧师高中时代的传道哈，介绍他今天来我们教会做礼拜，然后看到那个见证，看到那个影片图稿，他就很好奇非常有兴趣说，夏牧师能不能给我那3张代祷卡，他要带回去美国给他的牧师介绍。我想说，一个好的事工，不只是我们教会有，我们希望各种教会都看重祷告的事工的重要所以期待大家，我们富强教会要迎接50周年我觉得最需要复兴的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会拖住一切。神的供应就无限无穷了所以这一点牧师比较强调特别请大家参与。那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你觉得这个中国祷告很好，我想参加，我们去建议说，你已经受洗归主的再来报名就好。为什么我说你祷告我也会为什么要受洗？我们是说祷告是一个属灵征战，不是一个祷告时的参与那样所以要有遮盖要有属灵的遮盖、宝血的遮盖所以你不急，如果还没受洗，你就先签代祷卡，请别人帮你代祷。第一个为我受洗代祷，那就很快了，你就可以当代祷者了，好不好好，那管弦乐团要招生了所以请大家踊跃。如果你家中有子弟孩子有这样的恩赐，报名不只是个别有练习，而且那个团体的练习很好可以作为侍奉者好，那刚刚也介绍一下，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保罗牧区跟主日学上个礼拜哇，这也不算艳阳高照了，是一个下午的好天气他们到虎山国小那个漂亮的这个校园来举行这个春运，哇，这个春运不是中国的春运是我们教会的体能的运动所以牧师看到他们那么热情的做比赛我想说应该我们教会少一个团队，叫做运动健康团队常常办活动办比赛，那一定教会每一个人都非常健康他们非常热闹的安排各种竞赛，有大人的有小孩的有人在场上卖力的奔跑听说有人跌倒都没事没事，因为都是草皮都是草皮这个你看有小孩的那个跳步带还有奔跑啦，还有2人3角啦这张是总体的这个大团队的合照。那我想说我们的保罗团队呢，先做一个热身运动。我们希望2年之后，我们的50周年大家举办一个全教会的大型的
这个运动会哈能够把这些好手啦，一些很棒的运动健将都发掘出来哈期待我们为此事情祷告，我们也祝福我们保罗团队美好的一个运动哈，一个比赛。那牧师在这周报做一个小小的提醒了哈，下个礼拜呢是喜乐合唱团要来我们教会来做见证，因为这些喜乐合唱团的成员呢，其实就是等于新楼医院的病友，有得癌症的病友所以有些人体能上啦、体力上比较不足，所以他们只能参加一场，就是第一堂。如果你想要来听见证、听他们的诗歌，你可能第一堂就要来。但是第二堂也很精彩，除了我们的那个刘奇局院长继续短讲之后，我们就要邀请严恒清弟兄他准备6月要带领我们的这个激励小组一团队要去做短宣的他先来做报告他怎么样在那边开拓这个台北的一个宣教事工，还有很多是难民难民儿童在那边受照顾。那我们期待，如果你想要听这个见证，留下来，第2堂礼拜也来参加所以这2个活动我们下个礼拜，请大家预备心那刘奇局院长，我们也恭喜他这个续任第5任的院长，就是一任4年第5任的院长。还有1-2个小提醒我们如果这报个2-3个礼拜了，就是请大家能够来登记你的车号。当然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在停教会的停车，没有在停在教会，那就可能可以不用。不过有时候你会来教会办活动啦，或者参加礼拜啦，停车需要有你的车号。这样的话，我们要查考说这个车是谁的比如说要移车啦，或者说有弟兄姐妹停在这里大家不知道。有一次曾经我们的干事我们的专干事就打电话去警察局说，拜托我们有一辆车停在这边好久了都没有人动我们不知道是谁的，也没有车牌，拜托你帮我查一下。然后他不告诉我们是谁他直接打给这个车主，这个车主告诉他说我就是富强教会的会友就绕了一圈原来是我们的会友，但是因为没有登记没有车牌，那会产生误会就对了因为有时候有临时移车的需要，或是说知道这辆车是谁停的，所以你登记了车号，他会给你一张小小的停车卡。如果你随时停在我们的彩虹柱啦、我们的地下室就知道是谁的车，那就很安心了，不会被干扰这样子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尽量配合一下。其实用这个 QR code 很快就输入了，很快就牧师也按照这种方式登记一下很方便。那另外呢，我们的奉献证明我们的奉献证明开始在索取了，请大家踊跃来索取，然后下个月就要报税了嘛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报税的证明。那我们今天明天就是世界地球日了，这个地球日是已经举行好多年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特别的纪念日，但是其实是要提醒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地球现在温度越来越高，暖化了。地球很多的垃圾，还有地球很多我们极端气候，真的需要我们去关心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也是地球的一份子而且今年主题是减塑，就是减塑胶就是大家尽量减少塑胶的垃圾，因为这个垃圾可能会造成世界极大的危害除非有发明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垃圾消除掉，当然有的是回收的那一类的。总之就是世界地球要提醒我们保护这个地球，让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更漂亮、更干净的居住的环境。用这样跟补充报告。记得下午的1点半有这个见证会、分享会。我听石宝老师说已经有100多个报名，期待我们是另外第3场的礼拜的意思欢迎大家，谢谢。我们一同起立来吟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最后，我们请曾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我要
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散会。